伫台湾高吹武统参与中棒前已经互取消疫情许可，昨刘真阿先出境月底进前，小美甲文琪也爱离开台湾。北基文化总编辑普查进前互判刑，国台办今仔讲是犯到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3年，8条政治权利1年。台中南屯有一个查甫人用自翕鼓啊、含机啊攻击民众，造成2个人受伤，这嫌犯情绪不稳定，警方先介护就医，再来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 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国配偶刘真阿昨暗离开台湾，网络就传讲这刘真阿去到中国福州出海关了后，就互一定挂嘴暗的人带走。咱的海基会秘书长就表示，这刘真阿这款的案例真特殊，真有可能是有这统战的任务。不过，咱台湾也有36万个这中国配偶，咱也袂当共乌白骗想甲歧视。另外，共款去互撤销疫情许可的中国棒前小美甲文琪。伫月底进前，赶快爱离开台湾。伫出境通道头前，才唔敢甲亲人揽做伙。绿皮细路网红雅雅自我暗时临时改变想法，坐飞机去中国福州，暗过离开台湾进前发表声明，点名内政部长刘世峰迫害人权。部长松一口气吗？我还在呼吸，我不针对个案在做任何的这个回应。我跟各位讲过了。我们针对各界的批评跟指教，都会虚心受教，也会检讨改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一人也批评，民进党滥用司法手段欺凌两化婚姻团体，有违人伦，伤害天理。社群平台顶悬流传，雅雅出关了后，都被团团围掉了。有一阵挂嘴安的人接走，引起讨论。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我并不意外。从我们多年的工作的实务经验来推敲、来判断，我只说非比寻常，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也许他个人的信仰、政治信仰非常坚定；第二个，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要蹭流量，能够获取利益；那第三个，也许有工作任务在身，让他们在台湾选择这么做，或是这3者中都有，或者其一或其二。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亲像雅雅这种极端案例，真无正常，无排除牵涉统战任务。暗过也强调，台湾有36万名绿配，唔通因为少数对其他人打标签或者是歧视。我更关注禁止鼓吹战争或者是武统言论，所以是不是应该制定专法？这个部分到底要专法，或者是立在刑法里面？我们会广泛的征收各界的意见，基于这个言论自由跟公共利益来做最好的一个决定。另外，因为共款宣传武统，做到撤销疫情许可绿皮网红小美甲文琪，移民署公布爱伫31进前限期离境，安若无会依法执行强制出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反制中共威胁，甲这中共当作是境外敌对势力，提出着17项的国安措施，恢复军心，引起各界关注。在今仔日呢，有75位学者做伙提出声明，因讲台湾的言论自由遭受压缩，这戒严时代思想心渣降临台湾，呼吁赖政府赶紧打动。台海情势紧张，总统赖清德反制中共威胁，提出17项国安的做法，恢复军心，并且把中共看作是境外敌对势力。最近佫发生绿皮雅雅发表武统言论，被要求离境。两方对抗一直摊开，对此有75位学者立即发表捍卫台湾民主法治甲和平安全的联合声明，批评赖政府和戒严的思想心渣降临台湾。发起人包含中研院院士陈培铁、左翼联盟秘书长黄德拔等人。陈培哲教授的话，他说赖总统与执政党应该和代表大多数民意的在野党沟通协调，不应为了维护自己政党利益，刻意挑拨台湾社会内部冲突。声明批评了政府用民粹主义营造支持者向心力，将台独妖魔化，但也无共意见。思想心渣已经降临台湾，政府也乱用行政裁量权，甲雅雅驱逐出境。台湾的言论自由空间和快速压缩，呼吁赖政府及时回头。我们对赖总统的把这个对岸视为敌人这个是我们觉得违宪。我们宪法不是这样讲的那而且你这样讲，不是只有台湾的人，连你的美国盟友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
学者认为，真侪民众为两岸关系恶化感觉忧虑，行政院长杜英台无做出回应。总统府是以文理回应，孙中也捍卫无共主张者的言论自由，也毋鼓吹对台发动侵略战争、受分甲强迫缓刑，是对台湾自由民主国家体制挑战，也触犯着民主甲言论自由的红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海情势紧张，中国顶个月26日伫咱的西南海峡围巢演区，咱的海军有派3只军舰去监控，毋过翕出来画面，即个相片是拢无清无楚，传得来速度又搁真慢。国军的高层就下令讲爱严加处分，这3只军舰的副队长官位拢互踢掉。海军班操军舰监控中共四平山南千岛河南14广播区里。所有军舰也公布军装监视强军恩公舰，双方正做对立局面，发生关台海紧张情势。代志发生伫1月1日，中共无警伫咱的西南海峡围塞操演区，迄时阵海军紧急出动3只1级舰、班超舰、苏荷舰、成功舰去现场监控，刷野出翕的强舰相片品质无好，而且回报速度伤过慢。海军高层下令检讨处罚，决定一摆将3只军舰的副队长官位拔掉。我们也爱之深责之切。那我们也并没有做一个比较高张力的去对他们一个处分，就希望说借这个来有一个警惕。可以做得到，应该会在20到30分钟之内，都可以传输，把你掌握的这个照片，能够我们做一些必要的编辑跟必要的文宣的一个制作来做一个反应。海军接到证实，3只军舰无按照战略要求进行文宣修正，基层官兵拢替副队长发委屈。翕相爱考虑海上甲气候能见度甲翕的器材，因为相片位置无好，互副队长被当场处罚是非战之罪，也重创前线海军官兵的士气。不会影响到个人的经管。那我们在完成教育训练之后，后续都会再实施这个回派的历练。另外，总统赖清德亲亲主持4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这摆有6位新科少将。其中包含交通电军指挥部的网络战联队长周文祥，因为交通电军进前才被中共挖乌进行海客攻击。赖总统亲身为周文祥挂上将星，也鼓励基层士气。我希望各位在进任后，能够以检讨组织编装、提升作战韧性为目标。针对中共增强无确定地带侵扰，赖总统强调，爱运用部队亲思维，加坚强军事实力，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北基文化总编辑副察李延和去互中国国安单位掠走2年啊，进前1审宣判，毋过拢无讲到刑期，一直到国台办行记者会，才讲是依照煽动分裂国家罪，改判刑3年，剥掉政治权利1年，而且不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北基文化的总编辑副察，也就是李延和，去互中国国安单位拘捕2年，第2日1审宣判，并无讲到刑期。一直到国台办2日例行的记者会，才头一届公布，伊妨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而且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块。2月17日，一审公开宣判李延和案，依法依规，公开公正。宣判后，当事人当庭表示伏法认罪。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相关判决已依法生效。国台办讲，李延和这个案件的审判是依法依规定公开公正。针对这点，陆委会讲，这个案件期间，中共有关单位拢无对外甲家属说明，嘛无充分互当事者甲家属应该有的权益甲保障。国台办所谓公开审判，其实是完全保密，互人袂信任。因若案件的细节，尊重家属的意愿，无方便对外说明。嘛，搁一个提醒民众，要去中国一定要有风险的意识。因若北基文化发声明讲，当然对判刑的结果，拢感觉真艰苦。毋过加在这段等待，即马总算看到期限。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复查能不能够在刑满顺利回来台湾？因为过去很多台湾人在中国，因为国家安全理由被判刑以后，他这个褫夺公权的时间也被迫要强制留在中国。复查毕竟还有中国户籍，所以复查到底刑满会被当作中国人还是当作台湾人，我非常的担心。同款捌伫中国去互拘留，互判刑关5年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已经烦恼正做中国配偶的副察，若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去互判刑，就算关出来啊，恐惊嘛是真恶转来台湾。呼吁各界都要持续关注副察这个案件，而且唔通因为中国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甲人权的做法，全拢唔敢出声。记者综合报道。昨立法院南北电影合作，甲反废死、反戒严两个公道案送到治托。不过，民进党团是主张讲会期无效，伫今仔日开始呢，伫会议场外口头前排队排24点钟，要排到拜5，也要来抢头一个送案。那国民党团是呼吁民进党团就要遵照议事规则进行。违法会议表决无效。民进党立院党团带队冲突，立法院长韩国瑜甲秘书长周万来办公室被讨公法，因为保安拿兄提案的反废死、反戒严公道，将这案方强行直接复制图，佮派人24点钟驻守议场门口，到礼拜拜5的宴会第一时间提案佮进入议场。同仁们有的已经在议场前面，我们排班。然后我们来会客室这边等候韩院长，等候周万来。针对昨天的2个偷袭偷渡的公投违法会议，我们只想要好好探讨。民进党团今天的动作啊，就是要告诉大家，他星期5又要瘫痪议事了，他永远是这样的不长进了。不过他们唯一一点点的这个进步就是呢，他们终于知道要排队了。这只复制图的反废死公道，主文议定为，今次同意各级法院合议庭法官判处死刑，无需要一直决的政策。另外，反戒严公道是赖清德总统定为对方是境外敌对势力，人民烦恼两化政治准战争状态。你今次同意政府爱避免战争，无要让台湾变作实施军事戒严、清廉无名、搁监护避讳的乌克兰。这只复制图了后一步会由国民党团负责调集调查协商，对处民进党批评根本是假议题，搁较有个会提出涉嫌救济。国民党即期仍然家己放弃，搁较部办行政院长窦永泰，无等宣告散会就离开。这个蓝宇说昨天院会理场有瑕疵，院长要回应一下吗？院长，谢谢，我们依照规定。你不会看到有一个执政党去瘫痪自己行政院长的总咨询，你瘫痪也不要瘫痪半套嘛。敲钟下班跑光光了，你就陪国民党站到午夜12点了。死刑已经核线性已经枪毙了，戒严当然我们不可能再戒严了。你拿这个题目就是你怕长罢免会不会罢掉，拿来也要试听嘛。拜5调查公布，民进党会较真议事路，主张25的表决无效，国民党呼吁连赢，请按照议事规则，唔通互议场搁半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华新港去年4月3只地过车路索货车撞到，造成10岁阿姊甲9岁小妹2个人过往。中华地检署经过侦办，甲这姓肖的驾驶依照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而且依照着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无照驾驶驶经过斑马线、无让过路人等事实，请法院加重罪行。去年2月，伫中华新港的建国路甲美港公路口发生3只地下过车路货车撞到意外，其中10岁阿姊甲9岁小妹拢一个重伤，经过半年外医治，2个人拢不幸过往。即阵中华地检署也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起诉撞到人的姓肖的驾驶。本署侦办深港乡陈姓姐弟交通事故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以萧姓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条过失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无照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未礼让行人等事实，请求法院加重其刑。检方表示，姓肖的这位驾驶无驾照，驶车经过行人过路线时，无依照规定让过路人先行，有过失致死的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姓陈的姊妹的亲人表示，一切照法律的程序行，无愿意加讲。也若这个车祸意外也引起社会关心过路人的安全问题。交通部中华公务单表示，伫今年初已经完成美港公路的行路空间改善。那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将现地的行穿线做一个优化。原先的行穿线是斜的，距离比较长。那现在我们把它优化成立字形行穿线，我们也在路口的转角处施作转角的人行道。美港公路全线大约6公里长，车多，有的路口阁真宽。公路局表示，即阵已经甲斑马线改做日行，而且增加中央庇护岛，缩短用路人过车路的时间。嘛，伫27个路口等远的所在设实体的人行道，提升交通安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南屯行中道呢，有一个姓名的查甫人，伊伫咧文心南路附近，先用这自翕钩啊含这机啊来攻击到其他民众，落尾有2个人因为安尼死来受伤。警方赶到现场了后呢，也甲这位秘伫咧餐厅便所姓名的查甫人抓出来，也因为伊的情绪不稳定，警察介护就医，这犯案动机佫需要调查。 警方伫餐厅的便所发现一个姓名的查甫人匿伫内底，随甲押出来逮捕。你的东西嘞？讲话！东西放哪里？警方是真惊心，因为这个嫌犯会讲攻击。二日中昼迄卡道，伊去文心南5路的一间加油站，甲一个民众问路，不过2个人煞起冤家，嫌犯就举自翕棒，甲对方攻击，双方全起骹动手，造成对方目睭受伤。了后，这个嫌犯离开现场，走去一个建筑工地。 看到机啊，怎举起来，甲一个工地人员扑着伤，拢总造成2个人着伤送病院。马路上也有打，对，这边也有打，这边先吵架，吵一吵就去那边打架。第一次进来我这里的时候，是手上只有自拍棒。那第一个刚刚我说被攻击的那个也是，他说被自拍棒攻击。啊，第二次从我们这边跑过去，我就看到他手上有锯子啊，这时候我也跑出去。 后来，这个嫌犯佫一概逃走，而且家己啊迄伫半路的，秘入去边仔餐厅的便所内底，了后去互警方抓到。因为这个嫌犯情绪无稳定，警方嘛甲伊介护送病院。这个伫街路港攻击的事件，嘛互在地民众是感觉真紧张。嫌犯是从文心南路的新复发建设那边一直砍过来。本案部分伤者已对孟贤提出伤害等告诉，待自毙孟贤警询后，依法移送侦办。警方表示。 加在这2个受伤的人伤势无啥要紧，不过会甲这个甲因攻击姓名的查甫人提告，也若伊犯案的动机，警方当伫理清当中。目前专案向强制罪、甲伤害罪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新竹县尖石乡苏马库斯产业道路5.5公里所在，今早起呢有一台货车，正有可能是要转弯的时阵，无细力就跋落去这70公尺深的山夹。这车顶2个人送病院了后，拢无救无回来，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画面内底这只车是写甲密密麻麻，新竹县尖石乡苏马库斯产业道路5.5公里的所在。 2日早起发生严重的车祸，有一只工程车无细致跋落70公尺深的边坡。新竹县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派人去救援。本分局太钢派出所于今日8时许接获民众报案，在司马库斯产业道路5.5公里处有大货车翻覆情形，警方立即会同消防单位至现场救援，并管制交通，避免2次事故发生。这只车原底坐2个人，其中1个人掉伫车底，另外1个人车祸的时阵摔出去，无啥知影人。 消防人员提破坏器材抢救了后，赶紧将受伤的人送病院。根据了解，这2个人是共一间工程行的同事，今仔日早起要去苏马库斯起房舍，那像因为对附近的路无熟，经过苏马库斯产业道路5.5公里一个死弯的所在，连人挂车全呢摔落边坡。到达现场，发现车辆翻覆，车头严重受损，1名民众被抛出车外，意识不清，送往新竹荣民医院。 另1名患者遭夹困于驾驶座内，由消防人员持破坏器材进行抢救后，脱困后发现患者呈现欧卡，立即由现场的消防人员进行 CPR 处置，送往竹东台大医院救治。不过，这2个人送病院了后，要是不幸救无回来，也若车祸发生的原因要来调查。新竹县政府消防局提醒，山区的路是弯弯弯弯，最近的天气变化真大。 若经过尖石、苏马库斯等等的所在，驶车就要驶较慢咧，确保行车的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真寒吼。这高雄的南马坑呢，有民众过车路的时阵，看到这救护车要过，唔拿伊唔溜，而且手搁在比这补救的手势。目前法规是无规定讲这过路人一定爱让救护车，但是不少民众是认为讲，若准唔溜呢，就应该比照轿车、奥多摆进行处罚。 救护车淡水内挖进路口，过路人照常过车路，无让救护车先过，甚至搁比侮辱的手势。民众这个举动，互后壁的汽车驾驶看袂落，将影片刊上网络。行经该路口救护车礼让停止行人优先，中年男子出现肢体手势，将依影片通知中年男子到案说明，以厘清事件真相。 代志发生伫咧228暗仔，高雄南仔溪新路港建南路口，迄当阵救护车出勤半中路，
过路人煞刁工唔让救护车驶过，恐惊是会误着救护。不过依照现行的法令，过路人无停留并无法通好罚，这互民众感觉真无合理。如果是救护车的话，可能还是要罚一下，因为那毕竟还是救人。这个还是救护车比较大，救人优先嘛。道交条例2023年6月，甲汽机车无停留过路人的罚金有关到6000块，主要是要保障过路人的安全。不过过路人违规的情形嘛真多，屏东警方最近伫咧火车头附近查到真侪无行火条线、凊彩破过车路的过路人，甲因开罚单。启动行人违规取缔专案，加强针对行人常见违规行为的执法。执法重点锁定事故多发的路段与路口，针对行人跨越双黄线或未走行人穿越道等违规行为。屏东分局29单2天半，已经抓到670件过路人违规，行为是包含破过双黄线、无照号志通行，也是无行行人的穿越道。警方呼吁民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降低过路人的交通事故。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法国空军2架战机拜二伫咧东部一大空军基地进行特技飞行演练的时阵，却伫咧天顶烧落，加在2名飞行员和1名乘客，拢有成功弹射逃生。这画面呢，就是这法国巡逻兵的阿尔法喷射机，本地是要摆三角形，想要到长湾的时阵呢，这后壁2架战机就烧落做火啊。其中1架战机落伫咧空军基地附近的一家民用仓库，随爆炸喷出大火。另外1架是落入去附近的运河，加在2名飞行人员和1名乘客拢成功弹射逃生，无造成地面人员的伤亡。1966年，日本成功发生一桩命案，真正伫咧拍魔性的运动员跨电剑去互指控犯案，该判死刑，落尾伊是坐加47年。伫2014年的时阵呢，出现新证据，案件重新审查，去年总算该判无罪。今晚法院宣布赔偿2亿日票，台开始这代票4782万，这是日本有史以来金额上介悬的刑事赔偿金。伊是全球被关上过的死刑犯之一，跨天炎。去年得到平反了后，伊共坐加47年，精神健康受到伤害。透过律师要求赔偿愈悬愈好。28日，法官批准伊求偿，也同意伊做受的是非常严重的精神伤害甲肉体痛苦，赔偿金2.17亿日票，合代票4782万，会由日本政府来付。这刑事案件，毋但是亲像伊律师所讲的，是日本史上上大笔的赔偿金额，也是时间上长、上有名法律长篇故事。伊今年89岁，少年时阵是职业破身躯选手，伊伫30岁迄一年，遭到指控涉嫌美术工厂头家一家死的人联盟血案，伊先是法人犯案了后，佫承认犯行。审理期间，伊佫反口径坚决否认杀人。当初签的自别书是遭到警方严刑逼供。1980年死刑定验，2014年新证据出现，当初用来定罪有或者3件是伫案发了后才被告一坑的，伊也得到假释重审，去年被正式宣判无罪。伫法院外口数百支持者听到法院宣判无罪释放，原声欢呼。不过，伊也安尼精神状况恶化，免出席法院所有审讯。伊91岁阿姊为伊假释了后，就负责照顾为伊性别奋斗。佮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宣言讲，闭关了后的跨田生活伫家己世界无法度辨识现实。这案件引起大家对日本司法制度质疑。包含中心审理所获损的时间资源，不应该非法摕到口径。公视新闻恩惠玲报道。伫咧花莲的这立委罢免案也逼出着这户政官员去到民众引导插队身份的争议，检调昨呢是有派人去敲花莲县民政处，这正副处长和户政事务所主任等人也互约谈，其中这民政处长明良真信后声下禁见，最后法院裁定50万交保，检方也要提出控告。处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讲？伫家庭的陪同离开法院，花莲县政府民政处长明良真，防指控伫罢免联署案违法插队告诉，互检方声压。二来法院规定了后，裁定50万交保。谢谢大家，谢谢。您会觉得有政治的介入或者是司法的打压吗？
这个事件是伫2月份的时，后政人员上门查对罢免国民党不分区联署资料引起疑虑。检方调查发现，民良真明知影罢免提议任命册签章的插队是花莲县选委会的款籍，县选委会并无委托后政机关插队，依说涉嫌超过法定职权，无经过机关授权插队过资。透过电脑系统查对罢免提议人名册、户籍资料的机会，与法定职权外违法进行非户政机关职权的罢免提议人名册签章查对，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罪嫌重大。面对专案的侦办进度，花莲县政府已经无过将后政人员上门查对资料的证据，指向是中央选委会无清楚交接甲教育，坚持相信当前未做非法的代志。我们相信全体同仁都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第36条依法执行职务，也没有泄露个资或违反选罢法的情事。我们期盼司法机关能够尽速厘清真相，还同仁清白以及人身自由。部分机关甲保护团体希望检调会当调查清楚，还好花莲公民安全的联署空间。我们希望检调单位可以查明清楚，然后厘清真相，那给花莲公民一个安全的联署空间。涉案的民政处副处长吴俊杰等6个人，检方下令30万至2万不等交保。针对民良真交保裁定，检方表示不服，会提控告目前也查考相关证物，各种被告手机监视有人无压指数，无排除向顶面追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几年，法国是愈来愈关注台湾社会，包括有法国媒体也报道咱台湾国会台国防医生代志。真侪住伫法国的台湾人，因也伫咧烦恼讲，若准咱国唔出声，这国际恐惊真好听到台湾民间多元的心声。最近伫咧法国巴黎，也民间团体发起罢免联署站，希望甲关心台湾的民众靠活来做阵用无共款的活动，互海外台湾人甲法国人更好知影到台湾的政治情势。台湾自1月立法院三读通过2025年中央总预算以后，那国内后续有真侪讨论，亲像法国媒体《世界报》嘛特别针对中国威胁台湾国会刷台国防预算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嘛有报最近咱国总统热清地讲要恢复军事审判等等的议题，国际媒体关注台湾地缘政治，嘛互法国的台湾人积极为台湾发声。奥运，然后台湾有参加，然后其实是不能带台湾国旗的，当然就是觉得。台湾就是需要人民自己发起的自主运动，然后觉得政治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参与。当然是真重要，因为咱若无去注意到政治，就有人吃去啊，这么简单。最近国内各县市发起的第2阶段罢免联署，那英国、美国有民间的据点，伫咧法国巴黎，原来有民间团体发起联署站，未少知影消息的台湾民众拢专工来参与。法国台湾协会表示，最近这几年，那是防疫，也有科技的发展等等，嘛，互真侪法国人渐渐知影台湾。也那今年国会台预算的代志，那是美国真关心，就连法国伊嘛真关注台湾人的态度。法国台湾协会指出，法国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涉嫌污蔑欧洲议会来影响欧盟政策等等的代志，法国民间渐渐看到中国的威胁，嘛连带愈关注台海议题。以前因较无这甲台湾交缠，是因为讲迄阵有中国的压力。即摆因慢慢一个觉醒，毋是干那听一方面的话，台湾嘛足重要的，所以即摆较愿意甲咱一个做交流，所以咱应该爱徛出来。协会表示，因伫正透过种种的民间交流，互法国人了解台湾人一直拢在抵抗中国的威胁，希望甲法国的台湾人靠起来，做阵用无共活动，推广台湾历史和文化，嘛互法国人通知影台湾的情势。记者卢尚珠、林飘凯，法国巴黎报道。前面人家特别到这高公局拜三表示讲，如果定价的头一天，也就是4月初3，车流量是上介济，所以4月初3早起6点，伫这国道5号路南就会施行高承载管制。另外，一管水也表示讲，清明呢民众会去陪忙，行到外口草坡仔去，就爱避免去河蠓塘顶感染到天狗热或者是红汤病。后礼拜就是清明连假，不过一寡民众为着要避免连假大塞车，会提早备忘，
所以高公局3月30下晡3点，伫国道5号上北路段有高升在管制，然后连到头一天4月初3的早起6点，会伫国道1号、3号南向实施高升在管制。高公局表示，预估后礼拜车流量4月初3车阵上济，拍算有124万车公里，大约比一般车流量加1.3倍。就是针对4月3号这一天，北部地区会做国1、国3的南下高承载管制，国5的部分会从第2天开始就会有做北向高承载管制，因为高局也是预估国5大概从4月4号清明节、4月5号、4月6号这3天。它的北上可能也会有长达10小时甚至更长的拥塞情形。高公局也提醒民众，若是惊塞车，通伫高升在管制时间进前提早1-2点钟出门。另外，清明节要到，天气渐渐烧热，网虫会较济。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到3月20日进前，已经有39例天狗热的确诊病例，拢是境外来的。另外，有9例红汤病。疾管署表示，民众备忘的时，要做好防护措施。如果会接触到草丛环境的时候，那就要做好个人的一个防护措施。那包括是穿着浅色的长袖的一个衣裤或是手套，还有长筒袜，还有长靴等保护性的一个衣物。那这样子的话，比较能够避免蚊虫或是蜱虫或是蚜虫的一个叮咬。疾管署指出，民众若是互网虫叮着了后续出现发烧、关节骨头痛等等的状况，就要赶紧去看医生。所来疾管署嘛继续监测境外天狗热个案，避免后续疫情扩大变做本土的天狗热。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桃园中立有补习班的老师甲学生性骚扰，受害者的家长和立委机关开记者会，指控这个老师有性剥削案底，而且这间补习班问题真多。2011年就废止立案，教育局锁定了今年3月17重新立案，这立委拢批评市政府拢无伫咧管。我女儿在这间补习班竟然被洗上，而且其实只要有人碰她肩膀，她就会很惊恐。家长指控讲，家己5年的查某囝去互补习班的老师摸胸坎，批评讲安尼补习班为虾米阁法度继续经营？桃园市议员魏文指出，这位姓陈的老师有性剥削的案底，2024年11月互人聘用，3个月内毋但甲5年的查某学生摸胸坎，传暧昧的信息甲骚扰，甚至阁去跟踪各中的查某学生登到因兜。我们老师有提出说，请不要招用不合法的老师，但是他请我们老师全部都忍任。进前伫咧补习班的老师表示，负责人敢若要求这个老师赔偿离职，家己跳出来甲指控了后，连续阁受到工课场的霸凌。若负责人阁捌摕球棍伫咧训教室，哪像是咧骚扰学生。另外，阁捌发生过有一个老师甲学生拍甲规身躯乌青，已经列作无责任教育人员。这补习班的乱象遮尔济，一个调查才发现，早伫咧2021年2月就互废止立案。这教育局煞伫咧今年3月17，阁互伊重新完成立案。根据这些法规可以让他连续处罚，也可以没收器材，更可以让他停业。但是教育局都没有做这样的措施立委林木琴是批评市府拢无咧管，若教育局是表示2月接到通报了，去稽查，这个性骚扰的老师已经离职，若补习班嘛已经罚款70万。虽然被害人家长尚未提出法定的申诉流程，但市府社会局皆已完成访视提供协助。后续申诉确定并经调查属实，将由市政机关依规定予以裁罚。教育局表示，这个老师互人管制1年，袂当伫补习班任职，而且嘛会进一步追查负责人互人指控的代志。若补习班的负责人无表示意见，敢若讲要甲补习班收掉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中一个歌手去年9月去到泰国，说互带去到缅甸的诈骗园区，落尾是找关系超七半年，60万块的赎金，总算平安倒转来。也若家人拐去泰国洗蛋的嫌犯，即马已经掠到人了。手骨甲身躯全是互人拍的伤痕。这个对台中来的上演歌手陈空岳，要去泰国说互押去缅甸的诈骗园区。就觉得很奇怪。明明就在曼谷，为什么开车开这么久？那这中间我的行动也是被受限制。那当下其实3个外籍人士同坐一台车，其实我做什么动作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
但空甲表示，去年9月答应谢诞的朋友到泰国退炸物件转来台湾，就安尼孤一个人前往。到地了后，煞互带去缅甸，除了互关起来，关协助集团进行诈骗，也互人口买卖集团转卖3摆。期间透过朋友的协助，也有当地台商甲集团敲切，付新台币10万块的赎款，才顺利逃离。落尾伫这个月14转来台湾。我要有他的讯息确认，然后后面真的他就是有在 messaging 跟我联系。联系我就了解当地的情形，然后还有坐标，然后提供给警方。也拿当初负责制造的谢诞的朋友，警方也将伊逮捕。台中检方表示，目前将谢诞的查甫人列做被告，警方当咧侦讯。另外，台中市刑大也抓到一个协助诈骗集团的通信业者。来，收手票给你看。该业者均以 BMW 汽车提供外送到府服务，还协助诈团回收手机内证。涉嫌诈欺犯罪嫌疑重大。警方表示，这个涉林的业者透过网络卖人头卡，甚至提供回收服务，消灭证据，伫伊的车内超出相关的证物，专案以违反刑法加重诈欺，也有涉及防制法移送侦办，目前已经将伊起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所谓发展部经过内政部的调查，发现讲青少年上界接触到的，就是交友诈骗、求职诈骗等等类型的诈骗。这诈骗集团才有可能骗你的钱，甚至吸收这些少年人做诈骗的强犯。所以法部唔拿参这社群平台业者合作打击诈骗，所以来会去到校园启动这巡回计划，去到学校宣导，避免这些囡仔被骗去啊。3不5时，就有青少年做诈骗集团车手的新闻。事实上，经过内政部的调查，这寡少年车手真有可能往过是互人诈骗的受害者。司法部指出，青少年上接触到的诈骗类型，分别是交友诈骗、求职诈骗等等。这些诈骗集团除了会骗少年人的钱，更有可能会去收因去做车手。但除了骗他们的钱以外，另外一种就是把他们诈骗之后，会变成他们同伙人，可能变成是车手。他们会先在 YouTube 或者是在 Facebook 这种公开的社群媒体上，想办法把人骗到 LINE 的那个私聊的封闭性群组里面。他就好像是把人骗到一个小房间里面，真正的诈骗的工作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去处理。司法部分析，诈骗集团定伫社群平台发信息，甲人写到通信软体的群组，甚至1对1私底下对话进行诈骗。为着让民众了解诈骗集团的手法，司法部参 Google、Meta、LINE 等等社群平台合作防止诈骗。其中LINE表示，因旧有建立系统，通主动甲涉嫌诈骗的口座禁掉，发挥预防诈骗的效果。我们去年度11月，我们内部的自动处理系统机制上线之后，到今年的2月底为止，这也是最近揭露的数字，我们一共拿下了11236个涉诈的账号。我们短短4个月做到的这个数字，几乎是比拟我们过去这20个月用手工一个把它摘下来的可能涉诈的一个数据。为着要推广反诈骗，司法部也参 Google 合作，邀请 YouTuber 拍反诈骗的主题影片向民众宣传。等等，赚钱哪那么简单？这样子就有钱可以赚？我告诉你，你很有可能正在帮诈骗集团洗钱。司法部也讲，接下来会启动校园巡回计划，透过学校讲座等等多元的方式，甲这些学生宣导，避免受骗。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桃园路的国民运动中心有家长伫咧囡仔收水池，说互这排水孔吸掉的北美丽，卡只片呢，互吸甲一大红记记。也因为这国内外拢发生这排水孔甲人吸掉的毒水死亡案例，机关就要求这体育局就要加强管理，负责相关的赔偿。卡车片被四处恐怖正大红色分者，桃园路的国民运动中心传出1暗时6点，一妈妈伫囡仔游泳池陪囡仔佚佗，雄雄被输水口强烈输入，无法度家己脱困，只好叫囡仔去喊救人，可以是真惊吓。我陪3岁的孩子在儿童游泳池里面玩水，靠着墙壁移动的过程，突然就是被吸住我的背部，然后我没有办法动弹。
无期完这期发生意外地点是囡仔游泳池，连大人拢会常常被数值发到脱离。那安尼囡仔要安怎呢？也讲到国内外都冇发生排水口数值地数盗水案件，一定爱细致要求体育局加强运动中心管理甲设备巡视，要负起相关赔偿责任。中心第一时间有立即关闭花洒，并且进行相关的检修，设施设备是没有异常的状态。不过为了安全起见，现场有立即摆放告示来做示警。针对囡仔池排水口数值伤过强，造成民众受伤，体育局除了表示失礼，联络慰问甲协助保险理赔代志，现场安排人员加强巡逻提醒，评估建议减少数值改善方案，也要求各运动中心全面检视排水孔数值的状况，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公视新闻陶恒报道。新竹市去年4月向中央争取成立数位实业高中，今年初已经得到教育部的同意，按算今年会收头一届48位学生。今仔日市政府甲阳明交通大学也个清华大学签署着这合作同意书，未来会有2间大学的资源来帮助，要用这数位学习的教育方式，培育更较侪人才。在大家见证之下，新竹市长甲阳明交通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宣布未来会专业合作新竹市数位实验高中，提供免费资源甲数位课程，来帮助学生打造出全新的教育环境。基本上我们都是全部用免费的方式来提供给这个数位高中，希望这个高中进来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是最优秀的。在比如师资的资源，还有课程，然后场地设备都来做。那清大也很乐意来做这样更深一层的合作，运用两校相关的一个资源，那包含这个异地的课程，还有资源的共享。课程的导入，还有让我们的高中的学生提早接触到我们一流大学的相关的一个师资。用数位的方式，学校在安排这种课程的时候会非常的弹性，所以我们非常的乐观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数位实验高中的成型。市府指出，数位实验高中第一届按算收3个班，总共48个学生。学生会当透过特殊选材，也是以会考成绩2种方法提出申请。未来学校会以数位学习环境为基础，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这囡仔伊也有一个较特殊的才艺，对这个才艺伊也足介意，嘛足努力来伊个培养，来参与，有袂歹的成绩，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用申请入学，申请的入学。伊可能爱有咱会考的成绩有一个 A， 就使来申请。比较一般普通的高中生，伊有较侪时间会使来做伊学习的代志安尼，嘛较丰富，嘛较有趣味安尼。乡村新竹科学区有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新竹市数位实验高中未来按算透过实体配合线顶教学的方式，提供学生一个学习高科技的环境。今年9月要正式开学，这也是全台湾第2间的数位实验高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大埔地动到今已经是2个月过去啊，台南南西甲东山这2间国中校舍呢，这受损是真严重。立委在今仔日会动着教育部去到现场会勘，教育部表示讲，咧东山甲南西国小的经费已经确定啊，不过这南西国中重建的经费就超过2亿，中央会含这市政府搁再参详。教室外壁道有一个 X 型的壁船，内底铁机阿门头嘛拢看现1月2日，嘉义大埔大地震，地区南西国中校舍损坏甲真严重，为了学生的受教权益，目前全校105个学生拢先刷去附近南西国小上课。之前也是在这边上课的，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就会适应。教学到了，其实有分4栋，那4栋的话，其实都有柱子都有龟裂的情况。那经过结构技师的评估，其实都已经不适合学习了。地震到今2个月，教育部正有申拨2000万予台南市教育局做校舍今日修补使用。记得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参教育部处长等人专工去南西甲东山了解校园灾损甲重建进度，有并但是发声望中央补助加速行政流程。中央对于教室的重建受损学校的这个部分处理是没有问题，
我们希望行政程序能够再快一点，只剩下那个活动中心用所谓的修缮的部分来完成哦，所以这个部分它需要的经费的确是比较庞大一点，也需要中央大力的一个支持。现阶段会当确定的是，东山国中北平洞要拆除，另外要增建3间教室。那南西国中受损范围较大，大部分要重建，初步规划经费超过2亿。中央表示，后续会参市府讨论，即阵已经予教育局规划款500万啦。南溪国小跟东山国中这个经费大概跟市政府协调，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哦。那就这个南溪国中，因为它现在学校数比较少哦，那将来教育资源的投资金额会比较大哦，所以我们也是请台南市政府去评估哦，就是说地方的发展。根据统计，全台南市因为地震有受损的学校拢总212间，市府目前有先处理甲轻微灾损的校舍，较严重的南西国中按算重建期上少爱3档。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湾伫咧2025年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台北市65岁以上时段已经有57.7千人，是全国高龄化程度上介悬的行政区。伫咧北投这个所在，因为较晚山边，即交通无方便，就企业培养司机也出钱关这接送专车，甲时段呢对客家载到日照中心。司机亲切拍招呼，准备要送时大去北投的日照中心。这位司机原本伫咧幼稚园做驾驶，即马来到北投的长乡社区长照机构，接送老大人去长照中心甲处理。司机讲，和英国上大的差别，就是时大就车会和伊开讲，互伊感觉真亲切。较早因个老娃娃坐车阵，就是就车就困啦，到位就落车呢。即马无共，即马就车我嘛甲伊拍招呼。开讲安尼，甲分享一寡厝的代志安尼啊，一定要时时间欢喜安尼。感觉司机足好咧，这司机真亲切咧，要起落落吼，拢甲咱照顾甲足好啦。台湾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台北市嘛加做高龄化程度上悬的行政区，其中北投区因为瓦山地理环境嘛较复杂，交通嘛较无方便，因为安尼长照中心真需要有对路草较熟的司机，所以企业出钱请司机，嘛捐出交通车予北投的长照中心。我们现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辈有57.7万，已经是23%的人口比例。好，所以这已经是相当于超高龄化的社会了。长照机构表示，时大照护非常重要，加上亲切的对话，嘛，让时大心理较健康。另外，因除了有提供社区的专车接送，佮有安排更轻课，希望让时大逐天拢伫咧生活充满爱的环境。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鼓励40岁以下的青世代艺术家来投入歌戏的制作。经过1年的甄选，最后选出5组的演艺团队，因把这歌戏音乐剧等元素结合做伙，融合到社会议题，编写新戏文，希望会当吸引到更较侪少年人来看戏。我是我家己家己的代志，有啥物意对？生做男儿心，毋过说真爱做尖子，但因为阿爸无认同，可以真痛苦。将性别认同的议题结合传统的歌戏，主题真有创意。国立团艺中心精选出5出专心编写的戏剧，透过新世代编剧的创意，希望会当吸引少年辈做过来看歌戏。过去歌戏在整个编剧跟导演的发想过程中，都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一些前辈。可是，在整个新时代的投入之后，我觉得从这次的成果中，我们得到了丰富的开始。传统文化要延续，唔但爱对时代行，上重要的就是爱顾观众。为着要吸引少年人来看戏，这摆5出戏有这摆真受关注的性别认同议题，嘛有结合现代音乐剧的表演方式。编剧将时代背景选在1911年日本拄来台湾的时阵，新旧文化冲击甲融合，和歌戏变甲真无共款。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认为有很多传统现代交汇融合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像歌仔戏，就是咱歌戏会当唱传统调，不够唱现代衫。借由这样的一个父子冲突也好，或者是外在的一个勇气的追寻，能够给当代的年轻人透过我们台湾本土文化的歌戏，
给他们一些的勇气、鼓励。鼓励40岁以下艺术家投入歌仔戏创作。歌仔新世代这个补助计划，敢若书展的精选都用要1年时间。为5月份开始，这5出戏会伫高雄中山堂做展演，要邀请大家进入剧场，做伙来感受新世代创作的歌仔戏有偌迷人。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汤圆新竹对19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